科学展览会，大甲高中的学生团队以生活题材为灵感，摕到好成绩。6个科有9件作品来得奖，总成绩是团体组的第3名。这对社区型的高中来讲是相当的无简单。 大甲高中的学生团队对生物小课真好奇，所以投入生物都超济研究。伊嘛摕到台中市科展的农业甲食品学科第1名。有小麦草、原叶 A 菜和釜山莴苣，还有大花血红草。我们分别用不同浓度的萃取液来抑制它们生长，然后看它们最后生长的情形。另外，嘛有学生决定用玻璃纤维来做接热鸭肉。 实验结果达到省时省电的效果，嘛开创出肥仔烧成的新技术，可以减少大概94%的能源，而且时间可以从8到10个小时减少到半小时以内。说落来，因嘛代表台中市参加7月的全国科展，期待党再创佳绩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